自11月开始扩大稽查作业，针对卖场、游乐园等等人济所在进行抽查，包括消防安全设备、民众防火避难、道路设施等等。目前是检查了521家，那其中有51家是相应的设备不符规定。卫生局嘛针对食品制造、卖年菜餐厅进行检测，和民众买年货时要共同遵守6个原则。针对现在的一个食品业者他在针对他制作的一个产品，其实都把关得很严谨。另外，云林县政府嘛表示，自正月15开始，各大医疗院所嘛暂停探视病人，和民众赶紧出来注疫苗。不管是第1剂、第2剂、第3剂，大家要尽快出来打，为了自己，为了别人最重要，我们一定要健康，一定要平安。上尾也是要呼吁民众赶紧出来注疫苗，甲防疫工作做好，保护家己嘛，保护别人。